姊妹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2024年5月初2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98篇，以赛亚书49章第5节到第6节，使徒行传第10章第1节到34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受呼召的人。什么人会受呼召？可能现代人会回复讲，著牧师啊，敢是安尼？只有牧师需要有呼召吗？那安尼，诚侪教会的长老、执事、各单位的首长干事，甚至基督徒本身，拢需要有呼召啊。如果要有呼召，什么人的愿意每一个礼拜去做礼拜？伫教会来敬拜上帝，伫教会来服侍呢？亲像咱前礼拜分享迄位Ethiopia的太监同款，伊因为有呼召，就到伫圣殿去敬拜上帝。那因为安尼听到腓力的解说以赛亚书53章了后，就接受洗礼，归伫基督。咱想看卖啊，如果一间教会啦吼，这基督教的信仰团体机构，只有一个人是牧师，还是执行长有呼召，那你这个团体会变做怎样一个团体？其实这种的情形不但是发生伫现代教会，其实伫旧约的中间发生真济啦，比如讲以色列的族群内底啊，咱看见着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感觉真好啦，亲像只有摩西一个人一头烧啊，其他的人拢安尼山南挖着路来爱挖啦所以当摩西无看见40年日，因就做一个金牛代表摩西的上帝。旧约的以色列人甲先知中间的关系嘛是安尼啊，先知有呼召，那人民无呼召，就足凄惨的啊。先知以赛亚讲到家己的呼召是安尼讲，伫以赛亚书49章第5节到第6节，伊讲：我伫舞台上主就做我，互我做伊的仆人，通互雅各的后代倒转来到伊遐，带以色列流亡的子民自集换来，安尼我伫上主的面头前得到荣光。我的上帝嘛要成做我的快乐。现在上主对我讲，我要互你做我的仆人，互雅各达支族去复兴，甲流亡的以色列人带倒转来。我要搁互你一项重要的任务，互你做万国的光，互我的拯救普及天边海角。所以呢，除了先知以外，各所在四散以色列人，嘛得爱受到上帝的呼召来军队先知，所以安尼才会当归回啊。使徒行传第10章的记载中间，咱看到上帝呼召是多面向的，上至少是双面的嘛。咱看到彼得甲哥尼流相时受到上帝的呼召，因伫遐回应上帝，所以福音的大快乐就完成啊。使徒行传第10章第1节到34节，彼得甲哥尼流伫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做哥尼流，是罗马的军队中间叫做意大利亚的军官。伊是一个虔诚的人，甲全家拢敬畏上帝。伊慷慨真济善车的犹太人，佮不时对上帝祈祷。有一日差不多下晡3点，
伊伫异象的中间，明明看见上帝的天使入来，甲伊叫哥尼流，差不多，伊就甲天使直上，非常的惊吓，讲主啊，什么代志？天使讲：你的祈祷甲真济已经得到上帝欢喜接纳，咱着找人去约帕，请迄个称作彼得的西门来，伊做人客住伫显培师傅西门的厝，伊的厝伫海边。对伊讲话，天使离开了后，哥尼流叫两个仆人甲一个兵上帝侍候伊敬畏上帝的兵来，就将这代志拢甲因讲，就找因去伫约帕。隔日差不多中昼，这三个人行到伫约帕的时，彼得去厝顶祈祷，伊腹肚枵，想要食。人伫为了伊准备食米的时阵，伊入神，看见天开，有一个物件，亲像一块大地布，四角头掉地，天推落来伫涂骹，内面有地上逐项的走兽、虫拖、空中的鸟类。后声对伊讲：彼得起来，抬来食。毋过彼得讲：主啊，绝对袂用得啦！我毋捌食污秽无清气的物。迄个声第二摆对伊讲：上帝互伊清气的，你毋通看做污秽。这个代志继续有三摆，迄个食物随时阁受倒转去伫天顶。彼得感觉真奇怪，拄在想这个异象是甚么意思的时阵，哥尼流车来人已经找到伫西门的厝，来徛伫伊的门口大声问：有一个叫彼得的西门住伫遮是无？迄个还在想这个异象是甚么意思的时，圣神甲伊讲：有三个人要来找你，你起来，落去，甲因做伙去，毋通丢毒，因为因是我找来。彼得就落去见遐的人，甲因讲：我就是恁要找的人，恁来有甚么贵事？因讲：阮的长官哥尼流请阮来，因为伊是正直佮敬畏上帝的人，受全体犹太人的尊敬。伊得到圣天使的指示，来请你去因兜来领受你的家事。彼得就请因入去，然后因伫遐过暝。隔日，彼得起来，甲因做伙去。嘛有几来约帕的信徒做伙去。佮隔日，因到伫该撒利亚，哥尼流已经邀请伊的亲人甲朋友伫听候。彼得入去，哥尼流就进前来迎接，趴伫伊的骹前甲伊拜。彼得甲伊喊起来讲：起来，我家己嘛是人。彼得甲伊哪行哪讲话，入去伫内面，看到真侪人已经聚集伫遐，就对因讲：恁知影，照阮的规定，犹太人袂用得甲外邦人交配来往。毋过上帝已经指示我，无论什么族群的人，拢毋通看伊做无清气，还是污秽。所以恁请我来，我就无提示来。但请问恁为着什么代志请我来？哥尼流讲，4日前拄着这个时阵，差不多下晡3点。我伫厝内伫祈祷的时，忽然间有一个人穿光显显的衫，徛伫我的面前，讲：哥尼流，上帝已经听见你的祈祷，嘛会记得你所做真侪人的事，你着找人去约帕，叫迄个彼得的西门来。伊做人客住伫海边并配师傅西门引导。我就随时找人去请你来，等你来啊！